平安，而是因着你的出生，因着你的从道成了肉身，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的平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坐，我们来唱这首《平安夜》。因为好多人来，感谢主啊！昨天晚上我们这一路上这样唱过去，一路上这样唱回来，虽然到后来我们大家都没力了，可是觉得真的是满满的恩典。那求主保守我们啊，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祝福。那我们可以为主做一点工，虽然主并不是看我们做工来赏我们或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重生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那是何等的福气！我们再来唱一下。多少次想